台语语音开讲说连结难得念。欢迎，熟悉的所在对吧？自从你甲一切拢愈较复杂之后，我审视了所有防护系统，也强化了所有的机体，这一届可无很容易。哦，差啥袂记？一个咖喱甲伊较早遐烂花无共款，我伫咧观察，自头到尾，好吧？你中遐一块怪物正奇的所在，我都干死。拍上伊伫地下站的时阵，我着做好完全的准备，莫袂记，真可惜我的地盘，我袂阁互你摧毁这离谱物件。伊取消塔内所有中心权限后，开始清除命拖外成员因孢子外泄无法感染，预计消耗的大药将减少65%。哦，看，好像应该抬挺好一点。
哎干！干你老师就紧，我先去啦，应该使过。哦，干哎，傻小啊，超不值啊，不给。哎呀！哦，真是。而且你袂当理解，格林贝尔所长来的理念呢 ？WB1 内部的理念呢？什么叫做是必要的牺牲？是符合人选，成功几率嘛是非常低啊！这牺牲的人数远比想的较济，这真正是你所想要爱的吗？所长，求你莫迄做，应该做到这个。哦，好可怕！哟，不敢啊！哦，好怕！干！
10名射射限定发现了漏洞啊，进行指令辐射，设定新航数，无人会当转来食。以前我以为就是大家关伫遮个细仔佬，个无暑假的时间。干扰直播继续完成啊！生命讯号并将点开，必须阻止所有生物发现本舰塔载的实验体。OK。下站保养系统遭受破坏啊！84%的控制路线无回应，中心系统异常，所有权限已重新开启，无法甲紧急原料工具拐起来。下站情况严重恶化，拟定备案中。OK，靠
靠北了嘛。算了。干的，哦，这白发的，就管他。哦，很亏啊！再看，靠北，大家。我不要忙了。哪个？我开始进嘛。这已经消除人类会使领地的范围啊！如果一定要有这种方式完成实现的话，这袂是咱所追求啊！咱袂使甲任何生命当成原料，对 ，serious， 所以真贵单单，也是用个想到更较好的方法。
你在冲啊？当初。耶！哎，这只啊！终于啊，困伫遮一冬话，总算有一个趣味的代志啊！一个半死不活的怪物，如何互咱练新手啊？希望抬起来会比抬遐个活精神还好耍，连全部做伙过来啊！哦，无咧惊。共款哦。我多啊，应该有一个，哦，我唔知那个语言。哦，我知。奇怪哦，没有。你靠北。啥丢？没有。也无除非伊上新出的拓尔，伊就不带出。哦，可恶！遐水阿佬甲门锁掉啊！伊其实拍算个甲咱转台啊！紧！咱们赶紧入去修改电轮的设定。水啊，快点飞啊！啊呐，紧嘞！电轮就要插甲掉啊！你紧啊，你紧啊！好，紧啊！紧开个熄灭器。无哩，今仔下。
食了，亲戚确认非命单登记身份。哦，你，enemy。有看来啊，安那发明个一部名单，咱毋是伊需要的人，enemy，领会的衰佬，还想办法进到总控室啊，手动服下敌人的指令啊，这是唯一的方法啊。我计算该有一个吹嘘方式，我减少该有一力量。如此，就是咱拢无法度解决物件。所在之处，时间过啊足紧诶，专案官伊就伫遮点了一冬啊，真是诶，因紧诶，因偷偷替我办了 party， 伫遮真正好快乐，我真正好介意遮，好介意大家。哇！刘云北的指挥官，确实今年一定确实到最后一站了。嘛已经袂使啊，若是有迄个机师，就知着是啥啊。非常抱歉，目前还袂知是何人所为。可恶，你会使甲干的一字到最上低的程度。就是迄机师篡改了资料，才会互防护系统出了烟蒂漏坑啊！迪伦，你好，指挥官。哈？迪伦就是伊哦。那无找到阿斯卡甲还有哈伯吗？抱歉，指挥官。目前只有指挥官的资料修复完毕，两位博士互篡改的资料还咧修复中，也无透过镜片追踪因的位置。是嘛？是害了咱三个人的终身权限，然后连位置嘛无法度追踪。真好，我们放过这个机师的。迪伦，这个干奶嘛是伊母出来嘛？指挥官，经调查了后，干奶员的扩散源头为哈伯天拿博士分校一个研究室，无法指出甲入侵者是否有直接关系啊？了解，指挥官，我想咱来赶紧准备离开的代志啊！看来已经袂当继续搁等阿斯卡甲哈伯啊！迪伦，名单赶整理好。是，指挥官。好，迪伦，听咧，我最紧就回转来，咱这财政稳定了后，伫这进前啊，你要维持这个所在的运作，保护这个重要的演技。就这个演技，才能带咱倒去厝。你差一丝啊！我绝对无允准任何人任何代志做了我。明白啊，指挥官。
对吧？第轮交代你的任务会当执行啊，开始执行，名单确定完毕。OK 啦，罗琳小姐，咱的资源有限，指挥官，这是按。罗琳，但干将爱礼拜总控制，看来已经决定要离开这座汉奸啦。第轮无欠，我嘛爱做伙道理啊！干将一定要放弃转去原本的时空。这边的研究是关键，可能暂时爱互你一个人替咱保护者，但咱会转来，一定会。你这个假死，来四颗遗迹啊！你的记忆早就支离破碎，你根本无你到底在创啥？是不是破坏了我的保存机制？互遐该死的怪物进入来房间内底啊！现在搁一届冲进遮。如果我有办法的话，真想要互你一个消息，但事到如今，我只能安尼死守掉。来吧，我会互你清楚知影。想要为我的控管之下离开遮，是一件偌愚蠢的代志。可怜的假死，你真正无应该诞生伫这个世界顶。最后一个梦，这个，咱一定要甲伊拍败。Silent System。我干！对，哦，情报气流斩，不全了。画的哦。就很爽。
哦，注意哦。靠北，那边哦。干。哦。哦，这不可以。啊？哦，这两只已经久哦。诶，我会知，会使徛。哦，干两边哦，这假啦！我看，这是要线的。我看这不可以。哦，直接就拍嘛，直接拍嘛。
诶，哦，我看你老师这样给，哦，好怕呀！哦，明白到就恐怖呢。
干，安尼麻烦。不要死。加高中我一下，要小哥哥。哎，看你老师。干！哦，原来哦，咱遮无哦。你看，安尼袂使。看袂使呢，哦，这时间小等。这哦，好，知道。好。诶，毋是啊！啊？毋是安尼？啥假啊？哦，两刷。哎，伊二阶是要转拍了。干！哦，水。哦，高兵，蛮强，干你老子，喜欢。我看，靠派。干！手机拿。哎，干！安尼嘛？直接给。干！这样。干！哦，最后一改重新拍起啊！哦，这边较硬呢，这边是这样硬。这boss 过来。
对啊。来了。再也袂有人做了啊！啊？哦哦，哎，哎呦，吼吼 ，complete 啊？是啊，有啊，我就是要修理的。呆人，地轮，呆人，也是叫呆人对吧？因为地轮我选呆人。启用模辨识净率，进行全新色表身份确认，下里面格林贝温存净率，小队已完成，请继续前进。进入 Overseer 轮。应该知影，为你离开干桥，迄刹的形状拢伫我的视野之内吧。当然，但是两人之间无啥物好稳嘛，确实。救援生命体的能量计算敢有进展？迄物件蕴含的能量伫试验的时阵完全毋是咱科技会当控制掉，但是只要无处伫活跃的状态，就完全敢若是失去生命般静止着。失去生命，干掉，我真是甲你的思绪有一款混乱。啊，无，想起过去的代志罢了。过去的代志对啊。哈无最近伫这星球发现了这种生物，你来看觅吧。好，甲地球上相共款，是碳基生命，对哈佛主任来讲，应该是无研究上的困难。哈佛讲，伊初步研究这种生物，会讲针对人类的神经系统进行控制啊，无伫遐有对咱救援生命体的控制有帮助。如果若有会使斗相共的所在，会当请哈佛主任直接甲我讲。你以为每一个人拢甲我共款，家己来遮找你抬杠呢？根据我互创造出来的协定，我会帮助这艘船顶所有的人类完成伊的任务，或者是保护因的安全。要服从舰长的命令。是，但即马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利用救援生命体等于原本的时间轴，无去一切代价嘛爱保全咱的舰长。这第4张啊，这毋是第5张，叫有呢？我叫是叫啥呢？到尾这个啊 ，Chapter 5 The Purpose。对，迄假死啊！台人迄假死，为虾米会讲起来？内底已经无一个所在是安全的，空气就是稀薄的。我是要死！啥物？我笑。下骹有啥物件？你看对？无伊哩。
前去啊，唔通中他不去。诶？你是讲带着记忆，付出的代价无消息？你靠袂？只是等伊啊！你靠袂？好小管啦！诶，哦，血管了吧？我早上想要去。干！我想要去。你会怕我，刚才。不管你是要创啥物，你的决定拢非常危险。哟，我你讲。滚哦！我才记忆，不断创造恁的真正原因。我来不及的是爱离开这个所在，是离开了我该做的代志。停了！小大家嘛要完成的代志。诶，啊靠边，这是啥哦？袂当等于，了一个。人等的等待啊！终于都要结束，都是因为伊的关系，拢是因为伊。拢是迄该死的该死，是伊甲我变成安尼，是伊甲我怪一只。我要甲伊抬死，我要抬死，抬死。妈，安怎？现在停了，就差一个啊，一丝啊，你会惊啥？惊我？你唔免惊遐，我只是想起了该做的代志，我离开这，我会当找到伊，这就是你的使命，你就要完成啊，莫。过来，你已经知影济啦。我袂互伊做讲开去开，我任何代志会当做了我。
移动迄台机器，还是你该做。我，来个地空啊！我要离开这，我要找到伊，我要甲伊抬死。你担心就是为了这个。我，动手。对，就是安尼。我。你卖出来烂惨咯！也好，来合作，爱伫机体上面完成伊个所有充电器。OK， OK。哦，蛮小众啊。好的。因为。靠北，不要用慢。哦。什么？阿布阿斯卡。看，安尼靠这边。哦。
那领导靠谱，干，去给他。天啊！好。你先没挨着。哦。你袂当动，完全袂当动。来下，这种诶，这边上诶袂当放，一直来下。有力，美丽。
哇！我大反张，太好，这地方实在是危险啊！伊的存在只会带记者知。哦，这无可能！是这熟悉的感觉，一痛。不过已经无关系啊，即马啥物拢无重要，只要会当互恁付出代价就好。哦，啊？OK。哦，对抓，肯定老师够等的。哎，这不好笑哎，你真正很等。哦。越来越大。OK， 哦，这时间袂当逃离路。哦。哇！我应该又起来。哎，哦，
我看急着点。啊，别啊！哎，哎，唔对咧，干！好在。哎，唔对咧。哦，好吧。回啦，超勁啊！
快跟干，这个坏了，明白？各位明白？哇，妈！你说个一个失去自我，甚至是失去一切，我的爱向伊复仇，这才是我要离开的真正的目的。不讲话啊，这毋是你想的爱。拜托，
紧收起来。上开始的目的。爱甲因留幸互你。没事。我现在最好解释给我了，木轩。巴哈姆特。数十年的节目，要你的反背，我袂停止，我会找着你，我要知影你的活嘞。Enemy Green Bay。是啊，救赎 ，passive， 袂使很重要的代志，我一定爱讲伊互伊知影。安尼互我最终只会互即项科技带来更较侪不幸的。32.7，阿斯卡，伫遐啦。
无想到是这种卡行，经过很侪困难，其你成功也差一丝叫你啊，叫你尔，下你这个错袂当阁继续落去，伊来啊，你可能是这个研究爱成功，上袂当发烧的一份子。好羞激动。分享过去吧。